现在两军相关的手术已经做成熟，加上各种手术工具胶全，唔免惊过去讲失败爱一世人坐轮椅。特别是以微创手术对来降低痛痛甲感染的机会，相对嘛缩短住院时间。日前基美下中心就替一位35岁男子治疗两骨滑脱、压迫神经的严重个案，结果手术完加工就当落眠床。传统的手术入点会在正中央，对于我们肌肉的破坏相对比较大。那脊椎微创的手术呢，它透过了像这个模型上面的这一些工具，它创造了一些新的通道，那对我们的肌肉的组织破坏相对会比较小，那可以达到病人术后疼痛的改善，那比较不会像传统的手术需要住院住的时间那么久啊。现代人坐上久，看电脑、耍手机姿势唔对，长期会造成两骨相关的病症，所以医生嘛提出警醒，避免两骨病症年轻化。在门诊很多这类的病人来的时候都是下背痛，对。那问了之后呢，年轻人问的大概不是在电脑工作者就是长期在电脑桌前打电动，那或者是这个作业员，他整个过程他就必须一直工作，他没有办法休息，那一些秘书的工作一样。那我都提醒病人说，如果你忘了起来活动一下，那就买个定时器就好了，买个定时器，只要半小时提醒自己起来动一动。让我们紧绷的肌肉放松，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这一些文明病的缠住你。并建议民众有两骨相关的问题，会当找你信任的医生讨论，找一个上适合家己的治疗，了解包括安全、费用甲预期的效果。当然，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